身心会生病。那么生病的道理呢，可以说呢，演绎的很深很广。当时王凤仪老先生啊，他用这种道理来讲病，把人的良心翻出来，把你的心根啊立起来，那么他外在的这些病呢，就可以消除。这是一套修行的功夫。但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这样的道理，我们今天就可以翻病根、立人根，把我们的内在的那一份脾气、毛病，通通把它翻出来，通通把它丢弃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毕竟夙业是累劫以来我们所积习下来的，甚至你在道场已经是很资深的一个人员，那么累劫的习气毛病啊，仍然很难改除。所以啊，我们说要立觉志，觉志就是我们的愿力。我们这个愿力呢，要下得真切，那么你的力量才会大。就好像呢，我们的树叶是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一样。这是佛家的譬喻。那么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，佛是没有办法阻止这滴墨水掉下来。但是呢，佛可以教你，你掉下去的地方，你的水可以让它扩大。怎么扩大呢？你的愿水，你要下觉志这个愿力之水啊，你可以让它扩大。这个愿力之水一扩大，虽然那个业习种子、那个因果报应啊，还是掉进了你的水里面，可是呢，融合于无形、无相之中了。你一滴墨水掉进湖里面，有什么感觉？没有感觉。但是呢，你那个滴墨水是不是掉下去了呢？是的，是掉下去了。因果报应呢是呈现的，但是呢，不痛不痒。那不痛不痒呢，对你来讲，是因为你的愿力大，你的觉志高，所以呢，今天你所承受到的整个因缘果报的接受啊，你是心甘情愿，而且呢，你是毫不在意。这个是明白我们的愿力。愿力既然下了，那么你就没有半途而废，你就没有退缩不前了。要知道，我们这一辈子啊，得闻名师这一子啊，那是天大的福报啊，莫大的佛恩啊，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名师这一子啊。借着这一子呢，我们可以呢，这个翻出轮回，我们可以。